嚟到魚都講起上邊呢度嘅奶製品啦。落地先嚟一鍋內蒙暗黑早茶，呢度嘅奶茶竟然係鹹噶，嚟 BB 豬都要飲。仲有呢個醬爆拉絲酥酥軟軟乳酪餅，10幾蚊酸奶咁大樽，奶皮仲要咁厚，仲有各種各樣嘅乾乳酪同埋各種口味嘅奶皮子，食完成個世界都大呼呼得，好好味啊！魚都嘅乳製品就食咗唔少啦，接住落嚟就帶你哋去睇下魚都嘅牛牛係點樣工作嘅。睇下佢哋識排隊上轉盤集奶噶，真係有素質嘅牛牛呢。佢哋每日餐標竟然有120蚊噶，食得咁好，唔怪之得呢度可以產出100%鮮活 A2 生牛乳啦。而呢份超凡奶源就被應用喺金領冠真護柏脆入邊，特含5種 HMOS 母乳低聚糖以及95%高純度乳鐵蛋白、活性蛋白 OPN， 俾 BB 豬超凡保護力，更含有18種活性腦營養群，讓 BB 豬大腦發育更出色。配合雙重活性益生菌同埋雙重益生元，有效呵護 BB 豬腸道健康。2倍超級3倍 OPO， 助力 BB 豬吸收鈣同埋脂肪酸等關鍵營養，覆蓋保護、吸收、凝脂、腸道護力4位一體，90種全面營養，俾 BB 豬超凡守護。同時佢哋仲擁有中國專利配方、全球頂尖母乳研究專利成果，並斬獲3項世界權威品質大獎。金領冠真護柏脆，超凡嘅奶源，超凡嘅配方，為 BB 豬插上超凡嘅翅膀，喺呢個洪流之下任意飛翔。我堅信佢嘅成長沒有天花板。